在庆余年中，除了战力天花板的4大宗师之外，九品便是这世间最强的存在。那么你知道全书中一共出现过多少位九品高手吗？而其中最强的又是谁呢？我想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苦荷的得意弟子海棠朵朵和狼桃，可是他们在九品高手中却排不进前列，甚至连前5都算不上。今天乐风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庆余年中的18位九品高手排行，看看你猜中了几个呢？第18位，江南水寨的老供奉，此人是江南水寨中的高手，一直保护着夏熹妃。在范闲下江南的时候和范闲相遇，江南地区的水路能一直由江南水寨统辖，而并非是江南水军，就因为这位老供奉的存在。不过虽然这位老爷子实力很强，但范闲收服了夏熹妃之后就很少出现了，保守估计应该是九品初期的实力，不然一个真正的九品上高手，江南水寨完全可以不鸟范闲。第17位，王启年。王启年的真实实力原著中并未提及，只是说他轻功天下第一，并且还有十分出色的追踪指数，武力值却并未表明。毕竟每次范闲打架的时候，王启年都是第一个跑的。不过在境界上，据推测，王启年同样是属于九品的级别，他的追踪术都能让燕小乙感到恐惧，靠着轻功跻身九品是没问题的，只是并不专于习武罢了。要知道王启年被陈萍萍收服之前，也是一位名震江湖的江洋大盗啊，自身没点硬实力真说不过去。第16位，陈萍萍。对于陈萍萍这位监察院院长，虽然出现的时候就坐着轮椅，整个人看起来弱不禁风的，但实际上陈萍萍双腿未废的时候，实力同样是有着九品境界。毕竟叶青梅带出了3位大宗师，陈萍萍为叶青梅推上了监察院院长的位置，实力自然不会太弱。尤其是陈萍萍在庆帝被北齐擒住后，带着黑旗千里奔袭，深入到了北齐腹地之中，不仅将庆帝安然无恙的救出，更是活捉了同为九品的萧恩，而代价就是双腿被废，境界也不复从前了。第15位，三十大师。此人是庆国庆庙中的二祭司，不仅是九品高手，更是天生神力。当初仅凭借自己的蛮力，就跟同为九品的海棠朵朵打成了平手。当然，如果海棠朵朵认真的话，三十大师自然无法将其击败。但此人真正恐怖的地方是跟庆国皇室和神庙有着很深的联系，因为庆帝就是通过了神庙，在当初得到了神庙的授权，从而在神庙派出使者引走五竹的时候，自己带着陈萍萍和范建离开了京都。三十大师若不是知道神庙的存在，也是不可能的。不过唯一让人无语的是，那位大祭司还没出场就突然病故了，不然九品高手榜还会再多出一位。第14位，萧恩。萧恩当初跟苦荷一同找到了神庙，遇到叶青梅后，跟苦荷一起拿到了天一道功法。不过萧恩却没有苦荷习武的天赋，最终境界停留在了九品。而陈萍萍将其擒拿后，更是每天让费介下毒，最后被范闲送回北齐，实力下降了很多。如果巅峰时期的萧恩仅仅是沈仲、何道人和狼桃这几人，还不足以对他构成威胁。第13位，何道人。作为北齐4大高手之一，何道人的实力自然也是到达了九品。早期出现的时候就是刺杀萧恩，但之后的故事中就很少出现了。不过范闲在跟庆帝彻底翻脸后，何道人便奉命前往南庆帮助范闲。皇宫一战中，他跟狼桃现身，将昏迷的范闲救出。不过何道人却最后没能成功逃离，被皇宫中的禁军们用乱箭给射死了。但最后关头，何道人也是保护住了范闲不被乱箭射伤，算是一位很忠诚北齐皇室的人了。对于战斗的命令是无条件执行，哪怕放弃自己的性命。第12位，上山虎。上山虎是萧恩的义子，被萧恩培养成了北齐的大将军，实力同样是九品境界，能够直接一枪秒杀掉沈仲，并且带兵的能力也十分出色，多次为北齐抵挡住了南庆的禁军。一位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九品高手，实力上自然也不会太弱。之后更是在大东山之战结束后，单骑护住了苦荷，突出了庆国的包围。只不过这位大将军后续的故事却也少了很多，大多时候都在为北齐镇守边关。第11位，叶仲。叶仲是叶流云这位大宗师的侄子，虽然没有学会完整的流云散手，却将大劈关练到了极致，实力同样是九品上。凭借这个实力，叶仲也成为了京都守备师的首领。而叶仲没能够学习完整流云散手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自身的天赋并不高，所以只能练习普通的大劈关。而叶仲在全书中最为出彩的一场战斗，就是跟范闲等人合作将秦业击杀。最后五竹刺杀庆帝的时候，叶仲则是直接被影子刺穿了腹部，从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他也是庆帝最为忠心的炮灰之一了。第10位，叶丸。此人是叶仲的长子，也是叶家中新一代的武学奇才，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了完整的流云散手，跟海棠朵朵和王十三郎等人并成为新一代的武学天才。只不过叶丸出境的时候都是大后期的故事了，前期一直在军队中历练，所以出手的次数并不多。在老三李承平上位后，才真正的回归皇室，接替了父亲叶仲的
位置，守护在李成平的身边。大结局的时候，实力已经达到了半步宗师的境界。毕竟流元三手本身就是能够晋升大宗师的功法，叶丸作为传人，自然也不会太差。第9位秦叶，秦老爷子是庆国军方的第1人，论单人实力，秦叶就已经达到了9品上。而范闲等人在刺杀秦叶的时候，整个过程也非常的凶险，8品上的宫点直接被秦叶真气震伤。9品的叶仲虽然砍中秦叶的腹部，却被秦叶的护体真气震开，然后仅仅一掌就打碎了叶仲的左肩膀。最后范闲用大卫天子剑偷袭秦叶，一剑将其贯穿，配合叶仲和宫点都没能将秦叶彻底击杀。在秦叶打算用真气自爆的时候，影子才出手将其解决。3位9品上加一个8品巅峰，对上这位老爷子还被重伤2位，足以看出他庆国第1人实力的强大。第8位海棠朵朵，作为被称作天才的新一代年轻人，海棠朵朵在出场的时候实力就已经达到了9品，比范闲晋升9品要早上许多，也是苦荷最为出色的弟子之一。而跟范闲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的暧昧，不惜背叛师傅，将天一道功法给了范闲，并且从中指出了一些错误。结局中海棠朵朵也到达了半步宗师的境界，只不过跟范闲有缘无分，回到了草原之中，过上了自己安稳的生活。第7位云之兰，云之兰是四顾剑的大徒弟，剑艺十分的圆润，也得到了四顾剑法的精髓，实力早就已经达到了9品上境界。最初的时候跟范闲有些不太对付，但四顾剑临死前将东一城交给了范闲后，便也稍微对范闲改变了一些看法。不过范闲如果敢伤害东一城的子民和利益，还是会对范闲出手。最终云之兰继承了城主府之位，帮助范闲稳固东一城的局面。虽然未能晋升大宗师，但4大宗师3位身死1位远行后，天下也没有多少人能够伤到这位了。第6位狼桃，狼桃作为苦荷的大弟子，早期的实力要比海棠朵朵强上一些，也达到了9品上，并且最开始对于范闲的敌意很大，是一直想要除掉范闲的人。不过之后在战斗斗的示意下，狼桃放下了对范闲的成见，前往了南庆皇宫中去营救范闲。因为战斗的表示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范闲的性命，让狼桃明白北齐的未来就在范闲的手中。最终狼桃拼死护着范闲冲出了重围。不过救出范闲后，狼桃的故事就少了很多，最后也没有了太多的介绍了。第5位王十三郎，王十三郎是四顾剑的小弟子，但是天赋却要比大师兄云之兰更高，并且是跟范闲关系最好的一位剑炉弟子，跟随在范闲身边很长时间，受四顾剑之意保护着范闲的安危，更是陪伴着范闲找到了神庙，将四顾剑的骨灰扔在了神庙的大门之上。实力也是一位9品上的剑客，也是四顾剑徒弟中最有望再度成为大宗师的人。不过结局中也只是进入半步宗师的境界，最后有没有成功达到四顾剑的程度就不得而知了。在范闲的助攻之下，王十三郎也和叶灵儿走到了一起。第4位燕小乙，作为天下仅有的一位9品剑手，燕小乙是号称远程无敌的存在，只要距离足够，燕小乙的剑甚至能够射伤到大宗师，当然能不能射得中就难说了。而范闲为了解决掉燕小乙，拿出了自己老妈留给他的那一把巴雷特，决战的时候选择跟燕小乙中门对狙。当时范闲因为知道燕小乙不熟悉巴雷特这个武器，所以才选择这个冒险的做法，不然他根本没办法驾狙，会直接被燕小乙的弓箭耗死。而燕小乙当时也是过于自信了些，认为只要自己听到了声音就一定能躲开，却没想到巴雷特的子弹比他听到的声音更快，所以死在了范闲的手中。第3位影子，影子是东一城四顾剑的弟弟，在四顾剑灭了城主府后，影子便流落在外，被陈萍萍招揽，经过了几年时间的锤炼后，成为了陈萍萍身边的最强刺客，实力也达到了9品上。在四顾剑再次屠杀城主府的时候，影子便为了报仇对四顾剑出手，当时影子用出自己一生中最强的一剑，却依旧没能够伤到早已被庆帝打废的四顾剑，只能说大宗师跟9品之间的差距不仅仅是境界上的差距。第2位洪四祥，洪四祥一直被誉为是大宗师之下的第1人，因为庆帝曾经说过，如果不是洪四祥身体有缺陷，他必然会成为第5位大宗师。而在庆帝隐藏自己大宗师身份的时候，外界更是一度认为洪四祥就是那个在庆国皇宫中的大宗师，这也足以证明洪四祥的实力。但是大东山一战中，洪四祥成为了庆帝的挡箭牌，在苦荷进攻之时，庆帝抽走了他体内的真气，被一掌轰死。实力虽然是半步宗师，却跟真正的大宗师相差甚远。第1位范闲，范闲虽然到最后也没能晋升大宗师境界，但是大宗师之下，他才是真正的第1人。不仅因为他从小就练就霸道真气，更重要的是，范闲之后还修炼了天一道和四顾剑法，身上有着3种不同功法的加持，后期实力也早已达到了半步宗师。虽然依旧打不过大宗师，但加上其从费介那里学过来的用毒之法，9品之中恐怕无人是范闲的对手，就算打不过，毒也能把对方耗死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
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